阿娘子，阿娘子，哇，爽！一个人一叫阿娘子，这那个出面呢，我咪就欢喜啊，而家就讲我驚出面嘛，都同人講啦嗬。哇，哦，老誒，後嘅是阿嬷啦嗬，你佢講我是更冷啊。頭嘅是阿嬷，咪講你驚阿嬷面啊？係咪？你講我唔是我驚，意思講我是更冷，我是咩嚟啫？我同人講，冇 baby， 佢都笑笑臉。格格，我哋講夠細隻眼鏡俾佢就想我現，你見咗嘢。OK，等咪殺等陣啊！哎呀，各位聽眾，各位在歡迎人到來收聽，變得學緊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接嚟聽講，同埋你四百九唔知有聽到我講哦。你諗無 live 時講嘅物件，特別 baby，OK， 哎呀，唔知幾時嘅講，唔記得實在講緊落去啊嘛，會知時候啦，落音嘅時候，另外一打毛毛菇啊，我被講開到，我被講開到個打，你我家己有經驗啊，咪就打。對，對，你家己是困啲門窗位，可能開嘅時候。所以我俾問看，我講下我家己經驗咯。然後我去六棍柱唔知佢看到鬼哦，呢個鬼講實講。問題是都困一人嘅，還是困一人嘅啫？我唔知喎。哦。我唔知我係房間是安怎樣本，特別我隔一名嘢應該是。什麼數？你10個去幾多啊？10個去多啊？是講冇用嘅。你去掛陪？我去掛陪，掛人招陪啊！阿龍，你看阿龍啊？我是。兩陪呢，一個是頭前嘅，一個是阿妹嘅。卡嘴陪啊？阿妹？卡嘴吧，地層啊。哦。我想去拍你本陪，你去拖你面陪一個眼啊！อันนั้นอ่ะแล้วจับอีกคนที่ไหนก่อนจะว่าบินได้จับอีกคนล็อกอินเป็นสิว่าบินนะ Extra Asian อ่านอยู่หรือเขาเป็น Asian Extra Asian อ๋อ Extra Asian ว่า Extra Asian face แฟตไตอันน่ะกันดิฉัน講冇กู當然ว่าสักว่าบินQ 下邊配眼咪照就。唔係啦，你度夠新嘅啦，好鮮啦，明拖咧啦，你新就謝啦，毛毛菇嗰啲邊講都新就謝啦。依個講啦嚇，email 好，唔是 email message WhatsApp 哇，講咗個新嘅。冇係背到對啊，這禮拜。哦，OK。這個節你幾講下？好，了。嚇，就是你看到嗰個字是開到，或者單兩天啊，之類 episode 時我已經都開已經開起啦。都可能來。podcast 會看到嘅無？你不看我開到啊 ？live 啊？會看到無？live 會看到，嗰是 hidden 嘅。哦，你是講 after 呀？你要猜啊？我要猜看我開係咩物件？你是講你看我邊？你使講你猜過，好多猜攞到，你使講你猜攞到，一愛開到咯。哦，你是上半身嘅是下半身，頭頂嘅是一對。喂，你實我講 yes or no 嘅 question 啦嚇，你 answer 過刀咧，你經。OK。咱開刀冇親切頭。過刀啊！我係你過刀啊！我 answer yes or no 啦，了是你嘛是後你猜了，了你是後你猜兩刀，後你猜三刀啦，冇上位。後你每個刀，然後你猜三刀。青山起來時候，青山起來時啦，會看到。B。我去龍空。點嚟？而家是個鐵骨配啊！就應該對嚟試下啦。
OK 你這是屬於 consider 你 one of 你 question 咯，我你 question 嚇。但係你冇話，這是 consider one of the 5 question 啊。唔是 ，OK， so 個三個 question 個咯。你是因我是講我問你講你是唔是結過婚嗰個時候？我講唔是，但係是用佢個這 question 咯，春三嚟。國提生唔對。你猜三刀啊？你講過係咪嘅 area？但係是講唔對啊？講三刀啊？我是三刀，一個是三，看清三未看到吧？我講我好你每個嚟 question yes or no 嘅 question，then 你個猜。特別如果你猜三嚟啊嘛，都冇。冇覺得啦。OK，so 你就等我下個月對嚟我講開多時，你個猜我講開下咩嘅？咩水啊？人意見咩地盤冇啦，落了時間計講，冇落了時間講啊！我是咪人咧聽到人我啦，別說人。佢未看到誒，唔是個朋友，唔是個提生。青衫佢看未到喎。青衫看未到。笑死看得到。笑死啊！對，笑啊！你掛字啊嘛？冇啊，嘅嘛，正嘅嘛。哦，對啊。OK，no。OK，嚟講到啲咧，抓住我哋。OK，抓住我哋最近咧，有咩新聞喺馬來西亞抓住？9日過半咯，即係新聞，嗰啲人嗬，會記嗬。即係抓字人講有毒藥啊，有咩？我冇聽過，我看這是而家到底不再出嚟哦，還是 WhatsApp 講嘅？冇，politician 出嚟，it's not politician, is 係surround 係雲南嘅會教嘅，出嚟講嘅，會教嘅出嚟講嘅嚇對嚇。會教講咱嘅抓字有毒藥啊？了？你是講按照咱應有藥打下啦咯，係咪嚟？咱嘅應有藥啊？你咪是叫用 credit card 咯？應有應有，所以那時都講到 credit card 不是真正係 color 嘅嘛？係咪我 color 嘅了都有 color 都是有毒藥啊？是咩？伊講伊嘅 color 有 mix with 即係 pop effect。哦，讓裝去除掉。哦，這就是。有時咪到對用含卡呀，用定。哇，迄個是蝦米 style 咧？我看者，秦始皇 Qing Dynasty 用含卡誒，含卡，咧伊個唔是燒咩啦啊？我甲你講，伊燒埋新加坡，伊燒埋 Australia， 個燒埋 Euro。就是意思講，意思係咪紅險出嚟講，係咪要紅險出嚟香港啷知啊？無啦啦，就是上家講，會記有一幫嘅是，伊講係個paintbrush， 用塗嘅膜。所以這是無數吹出嚟講嘅，肯定啦。Yes，無數。有政府講咩啊？政府冇 feedback。冇回應冇回應哦，即唔是政府講啦，這是人嗰啲有啲會教人講肯定啦。Yes，伊講無下啦咯，意思是咁講啦。無下啦咧，用嘅用係攞買卡樣咯，買卡嘛下啦。買卡你叫咩？唔是買卡你叫阿妹叫咩？帶一講帶touch and go。Touch and go，touch and go 咪是 free 咯，咪是無下啦咯，咪是下啦咯。誒定劍就下啦咯，定劍下啦嘛。係咯，意思講較濟是好似種有 plastic 嘅啊，伊 mix 甲 plastic 嘅。咱鐳有 plastic 咩？咱鐳唔是紙啊？明白啊？摻 plastic 甲紙。
，hello，啊，我在对起毛毛菇我聽到咯。咦，即係講佢在對佢啊 ，hello，hello，hello， ，hello，我聽到咯啊。會聽到，會聽到，啊，毛毛菇。有啦，看條 video 加 stable，啊，意思講，佢就冇去。意思冇嘢。叫咩不當 Steam 叫咩？OK，嚟咱講抓字，抓字咱邊即係別使講啊。甲咱美金甲馬來西亞的 ringgit 嚟比咱抓字啦，有蝦米無相呢？咱嘅抓字是青色了咯，個了，馬來西亞嘅咪 rainbow color 個了，蝦米 color 冇有咯。嗱，我考你看先，我考你看一考幾類，一考落就識。啱啊！一考咩識 ？OK，藍色對，然後5考。10考。20考。應該是3昂啊。OK，來啦，我估當我啲 call 掉但係唔是 video 嘅事啦，係是你 internet 啊。有我 internet，我哋 call 掉佢哋你使講，你使講，講嘢，咱嘅抓字，馬來西亞抓字係咩色3昂？20考係咩色啊？燈紅啊？金嚇，對 amber 啊，แล้ว50考。青你看淡薄。不開啊，我看到我真係看到你50考嘅出，介好笑呢，人講嘅聲介好笑，我放落聽下。我到底你都冇聽講18考 purple。18考你第數解啊18考咯㗎，18吧。有冇乜談心啦？18考。有抓唔是馬來西亞唔是有2考2考啊？會抓2考啊，有啊嗬，一隻呢我就冇啊。叮當嘅1考是你劍短呢個，出事啊嘛嗬？你出事啊未？出事啊啦應該。我400九。你出事咧，有一個 wow 嘅，right？ before 劍短嘅咧，我捌看過1考咧是大粒嘅。我捌看過。silver color。新疆我諗新疆是個有嘅樣式。大粒嘅。其實一邊500較大粒嘅。400九冇出事個啦。你400九。你唔是記咩喎？依個是。silver 嘅，成個500你可能啦，特別較高嘅。但我看只聽人講嘅價50塊，真好笑。我聽人福建話就講，真係得落去啊嚇！死我全部，人寫字啊！哦，這是另外一個，我冇想呢隻 group，我唔知到幾位來。400九你看過20考 brown color 嘅？Brown color 有咩？呢個未出試過。OK，等陣嚟聽。嚟。下邊半條啊，一劍鋪 WWW 啊，你是嘅頂個呢壞，還是正啊？講件事呢50考或者一劍鋪，下邊半條啊，一劍鋪 WWW 啊，你是嘅頂個呢壞，還是正啊？講件出來啊，你看你嘅做字啊，個寫字啊。劍鋪，我都快嘅時候。我了冇叫喎，係咪是 WW？ 嗱，我錄但係我放嗬，讓看 video 咧，我 describe 我都聽嘛個。你介紹小英來，你看到讓看到頂面嚇，頂面咪是伊有一粒花，你是50塊，而你阿公那邊啊隻手邊嚇，伊有一粒花嘛，你你假呢，伊就是係成個係是 WW 就是係 zigzag 嘅咯，你講你 WWW 是假咯。instead of 花，伊是 zigzag 呢。你看即係講 WW， 我看聽別人笑。WW。
有啲有嘅啊，有啲有嘅。唔就有回呀啦，這是WhatsApp 講嘅啦。WhatsApp 講嘅物件10厘會聽半厘呢。400九20塊 brown color 有一隻蕉嘅，伊蕉是kingfisher 啊。哦。啊？哦。咱古早係20塊 brown color 你會記哦，John。我冇咩記，我冇類。媽的！我冇當咩類。當今嘅20塊是鱷龜啊。鱷龜啊，不咧不牛啊。啊，不牛。哦。鱷龜。你是比叫做比。海龜啦。海龜。比跟海龜無相嘅嚇。比是正水嘅海龜，鹹水嘅啦。哦，鹹水比。鹹水鱷龜。咪菇啊，50塊是咪菇。咪菇啊，冰食嘅。冰食50塊，冇你是啲酸酸嘅17塊半。17塊半是咪菇嘅，你抓住是冰食嘅。是吧？但係咪菇抓住是幾類？17塊半。17塊半。OK，你佢講個看等我想看，1000塊咧，1000塊抓住有咩食嘅？你想問下有？咱古早有1000，古早有1000加500。是唔是？伊是唔是成個 silver 灰灰色是？係你是500還是1000？我未記啊咯，就林文年咧，是100啊。林文年當然是100塊啊。喂，叫林文年食嘅係咩啊？幾類啊？100塊當然100塊係咪食？啊？當然咪100塊係咩食？100塊係咪食？卜卜食哦。啊，對我林拿食啊！你就卜卜食講福建話叫做叫林拿，然後講啊。林拿。唔是林拿，林門拿。林門拿。林門拿。爸爸阿爸俾。咩林門拿。林門拿。我哋人叫食。我想是卜卜食啊。卜卜食。你想是芬達 flavor 啊，葡萄色。出邊當然咧聽較少年人聽嚇，不到咧我計接班人接不去做嘛。我頂次紅險上條講，是哦，若是講我直接我未做啊，直接未做邊啲福建啊，咪特別吹較少年人冇人做。哎呦，阿不如做係咪？400九。啊？咪單字誒，你等下我聽曉時，你有可能講搞咯。喂，福建本是老方嘢啊，唔是咩？拍格嘅啊，咗拍格。你去真驚，我冇叫你當今接嘛。我講我聽曉嘅事嘛，我聽曉嘅事都會食久咩？我當今咪錄個40幾歲呢。我聽曉咧，即係講我做邊啲福建落印做個幾20年啦，好。20年後你福建我就食搞咯。你吹阿漢也是節電啊，本嚟使。節電，但係無用嘅落音，唔係 sorry 無用嘅啉酒。人假咧啦，你咪講嘢人假啊。我人假啊 ，OK，我去買 A。係啦。去買 A。啊，買 A 都 OK，嚇，呢是 A 昂啊。混咧混假未混？混袂個。死啊！破喺坑頭。哎呀死阿咪！我做乜嘟啊？冇你是講阿漢呀？個牛眼，個羅吧？爸爸就借飛機去吹。OK，so 怎麼能講名？即係講個其實嘢。係咪食100塊？哦，嚇，冇接班接住俾接位超。啊，個接班。哎呀，400你 devoted 應該係。個少年。係咯，接幾回，像是一人啊，同佢嗬。啊，到底咯，誒，一人接幾回？冇細漢過25歲人，同啲話就係看到比較接超啊。我特別實地人了，地人了個有時候就一個 foundation 啊，比你學嘅 foundation 咧嚇，那或者俾學咧 server fee 時啊夠累嘛。
無你請 outsource 咯，John。啊，啥咪叫掉學人類？你會貴你帶嘅啦，你 gadget 嘅啦，刮痧可以咯，一包接嘅，刮痧個，即物件是你 equipment 是唔是問題咋？要緊嘅是會去做咋？哦。我驚啊！我睇戲啊，無人做是了然無個啦，頂多落掉 episode 無個啦戲啊。Hari ini dalam sejarah. Alah. Oh, ayo. OK，嚟講到啲抓字。講到啲你，講到你。抓字 OK，抓東西抓字股是10塊喎。夠啊？冇了。冇了啊！冇啦。冇了。500咧？500有啦。500本冇了，500本冇了。係咪500咧？500冇？而家啲有啦，500塊。 No， 500冇了，500冇了。แล้วก็ได้ลง100เนี่ยฮะ ก็ได้ลง100塊เนี่ย Yes， 咱有100塊，第一大是100呢。Because 500呢，500有一個 history， 阮是 politic 啦，古早有教路過。After print out 啦，唔知是真唔真啦嚇，嘟啊。啊，哥在不當 Steam 啊！哎呦，原來我在不當 Steam，未必這是政府啊，這是政府不當嘅 Steam。我知啦。你講 politic 嘛？講。我睇佢得500是 chocolate 食喺南部嘅，and then chocolate 食掉。青五菇你可能當青啊，之青啊，之青個對，我記佢食掉，伊垃圾青啊，掉，伊淡薄生個，伊係淋拿青嚇。參淋拿，淋拿淡薄，做個青淡薄。真正歹看掉，有女人個吞過。真歹個，之青個，你姑，你 maybe 你有你去 bank 啊，廿withdraw 你啊，看啊，用之青個500呢chocolate 食我都會記。500是 chocolate 換淡薄，很淡薄嘅。你睇那未寫嘅。特別50塊，到換嘛，中間 color 正 color 不是青啊。頂到是灰膚色嘅咩？是青咩？頂到？50古早是。當金青咯，當金。灰狐車咧，我看佢垃圾，我頭先只係 search 我佢是黃巧克力喎，黃喎。嗱，當然應該咪是點話？一車神灰狐，你冇這400九啊？係咪50塊當然先呢，係咪食？先呢是。黑色哦 ，like green, bluish green อันนี้คอนตะก้อยสารตะก้อยสาร有一陣子換去黃巧克力嚇，黃個 maroon 啊，那個是嚇。maroon 我是唔知啊，應該是冇啊。黃咩？我有黃過啊，見蕉嘅食。冇生堅嘅食，冇生堅。藍色黃，藍色kuning藍色嘅黃。哦，藍色。OK，對嚟啊，係杜蘭嘅。你政府不當你點政府？係咯，你講500咩講啊？哦，500是有print 出嚟了，所以 on the way 行來啦 ，ship cruise 過來嘅時，然後到搬上海嘅時，冇地去。哦。冇地去 ，so that's why 伊人就係 abandon 500塊 notes 㗎了 ，because 伊變到冇 value 去嘛。但是講伊 illegal 接嚟俾啦嚟講，佢伊冇過bank negara Malaysia 嘛 ，because 伊人愛有 record 嘅嘛。so that's why Malaysia 俾啦，佢係算100塊，50塊。當然 Malaysia 第一大做字就是100塊啦。100塊對，即1塊都有個啦，1塊 still 有，5塊、10塊是定到當然 still 5塊個有啲 plastic see through 嘅，看湯。對，有 plastic see through 嘅對，即係去抓，去洗衫出來個表記未破嚇。
啷裝啦，就人把寫啷嘅抓字過，就啲你搏嘅你。是那嘴擺。常常咯。你當見到新嘅抓字咪是比較見到你夾出嚟戚戚嘅咯。你係你抓冇呀 iron 嚟燙燙。嚇，就是我準備講嘅 iron 嚟燙燙，佢嗱刀就這邊你未使嘅iron 嚟燙，如果就嘅笨酒包掉起來，我驚 iron 燙一燒去。你嘅笨酒裏面咧，個嚟活，淡淡嘅時嘅到啲嚟出來，我個驚踢掉去破啊！點解佢做字是做嘅就冇呢教冇呢會打慳嘅啊！你睇當咁樣奇怪，咱做字嚇，你嘅嚟話寫講啊，寫同啊咧 still value 嘅嚇。應該是無了啊！啊，你裝訂嘅都唔係冇 value 咩？你即係未使裝訂嘅。哦呀，你裝訂嘅就是冇 value 嘅啊。Yes，你第一嘅去銀行換。哦，我唔知喎，即係美國嘅，係咪佢頭冇嘅？按照你說，點解是咱 OK？有人會記我唔知毛估噶啊，別使講會記哦。點解是有一個5塊嘅抓字 scandal 你有冇聽過？唔捌。5塊嘅抓字後尾小英是唔知叫馬斯基係咩？點較濟後尾人講啱嘅時候上無上所在咯。了，伊這5塊啊，伊個掛一個，伊唔知尖尖一件物件，起來是一邊一個加一畫咧，看成一個 gross 呢咋。了變做隻 scandalous 去咯 ，because 係一個 gross 嘛，就啲你冇事嘅。了人笑到對伊做一個咧，佢就點點。了我笑到幾啊點，特別我唔知係到去啊，當然未必我罵過。我未記啊咩？你記啊？幾年嘅事咗？即其實90，未必80幾年是90幾年唔知，80幾啊你？哎呦，80幾年一定要5塊，哎我無鐳啊，我無鐳啦咪，我無5塊。點啊？誒，咗80幾年嗬，咱放幾年咯？我啲中學時。啊！阿妹，80幾年咩是中學細學呢？我83年細，standard 1呢。我88年 remove 嘛，啊咗冇放完啊。我到咗幾歲咧？我冇估。我那是你到我幾歲對？I 講我成個你到我幾歲？媽的！咁乜人叫？冇，真係是別使講大人攞去，大佬只大人攞去。別使講啦，是講我喺度50塊，你佢走一句嚟。咩㗎？喺度50塊。那是我喺度50塊，你走一句嚟。哦，真係哦。入個。啊？入個。呀！你驚幾歲啊？骨呢？入個。絲骨。笑死啦 ！OK， 了等翻小佢，等翻我講咩啊？哦，5塊，你 scandal 都冇聽過啊？5塊。冇聽過啦。冇聽過。我覺得做80幾年，我算唔知是83年，成日1點先啦。OK，只垃圾就我做等去canteen，我幾年啊？冇我把一檔碗入5鐳啊。我個5鐳啊。入5鐳呢，一碗呢。我叫我小學時咧，即係講下你，講下即係489聽啦。令到往去一袋福建麵，我小學時，即係一袋福建麵第一班嘅是干那湯咧，福建麵嘅湯咧，無味無料無行嘅，2杯，3杯就米粉麵，4杯嘅烏龜，4杯有餅。5杯好嘅人食，5杯嘅女，5杯嘅女，5杯好嘅人食。3盒飯3杯是差別呢，淋攞嚟。489，你 primary 你賺幾鐳 pocket money 去學等？應該是小學嘅事啊。小學。Primary 1
primary one 只考了一考，教 for 只碗米哦，Maggi 米，一碗面一考啊！哟，一考我等一禮拜啊咯。係咯。咁 prime six 時呢 primary six 廿幾年啦。有哪家機嘅？本是一考啊？本是一考。白紙人最好啊！我寫起來咧特別，咱講細漢，你爸係作嘅，你爸係年代。爸係年代。誒，水有錢啊，最話地使講啊。好啦，嗬。OK， 我寫起來你爸年代，我寫埋 note 起來。你學嘅。你使講小水加黑色。使，頂住住甲我講啊。黑色嘛講佢有一道本人特別盧教講下，我寫起來黑加係咪小水啊？水面啊？水面啊。你一個怎麼寫 ？OK 你8番。8年代。你開刀啊？你寫一擺開刀啊？Operation Two。OK， 寫起來啊！然後這是有可能是10月，不會是11月嘅落啦。然後落掉你就出啊嘛，係我用。還是講，你細漢時有聽過上學時有聽過先生呀，浸雞。嘛，哪隻個？哪一隻？我阿公都講我等嘅嘛。你哪一隻浸雞？你阿公我白會哦。對，你一年。是，但面是新嘅浸雞啊。新嘅浸雞咁 mathematic 嘅。定住我對起我 high school reunion 嘅時候，我拄到伊啊。然後我講伊 nickname 上面一大張。太大張。我個老師都唔知咩？伊個唔知啊，歹聽咯伊個。係咯，因嗰陣時以前就食絲啊，就食絲啊。伊就係全部上嘅衫 make up 搞呢，就水嘅就擺嚟嚇。你衫就水就擺成對件啦，擺喺 corridor 嘅，浸雞嚟啊！係啦，阿師安尼個冇聽到咩？應該會知嚟嘅師呢。no，啦啦歹聽啊！係啦，就閃叫。我冇人跟你講名咩？伊講冇啊！我跟你講，我走去而家講閃叫，大隻灰啊，歹聽咯，伊講。OK，等我講對隻字，閃淚。來講咱講你 currency 無成 currency 嘅名。OK。閃地是叫咩？台北，當今currency exchange 就係啊，台北一箍馬來西亞類似就係台北。被潑是咩？被潑條，你講咱福建話叫潑對。潑啦。潑啦，潑一箍嘛，伊人嘅被執潑啦。一箍被執潑。那伊個 value 是就係我冇咪知喎，成講咱去開物件啊，伊個 value OK 哦，當今馬來西亞去開。無 OK。所以冇咪 value 啊，頂到有時我會記實是我細漢時是成個100幾潑，條是有一箍對10潑。10箍對100，計是嚟抗準嘅。對，10箍是100潑啦，然後當今是10箍咪你講80潑嘅啦。是咱ringgit冇 value 係哦。冇。仲 weak 咗啊！新加坡類嘅，咱差唔多上嘅，咱上歷史嘅時候，對哦。新加坡當今個新$是4塊嘛 ringgit 啊？冇啦，冇得借啦嘛，哈啦，3塊一啦，3塊一啦。是咩？每 Siri 都每 Siri， 總之都每 Siri。但是how much is Singapore dollar？
因為 how much is Singapore dollar？因為 Siri 嚟仔啦。我是一颗。Samsung 冇 Siri。一颗ringgit 是33。3塊3。安怎算？誒？一颗 ringgit 是33鐳，33鐳，對不？383，安怎講啊？你廿10塊啦，好似。嚇 ，OK， 10塊。10塊是3塊3，10塊新加坡dollar 是3塊3。OK，那個用10塊。一顆新加坡鐳，嚇，你是講一顆新加坡鐳是3塊3，對。3塊3，對。OK。一顆新加坡鐳是3塊3，對。日本 OK， 咱講新加坡鐳伊個食是甲咱馬來西亞食差唔多像嘅啊。是唔是啊？應該一顆。應該有啊。一顆唔是藍色嘅。我嘛未記。我未記咯。這個困起啊，你。應該是燉啦，一顆是燉。一顆燉啊。有樣實是有兩顆係做gì事？有兩顆。兩顆。了5顆。半有。有我人吹，他 internet 有通吹哦。冇 search image Singapore，note dollar note。依樣10,000半有。哇！你食嘢有通看到？你人講啊？789都搭 computer 是做 default 呢？電腦。電腦啦，你要 share screen 啊？share image。share screen 你係 Skype 啦。789我唔捌看過你哦。如果看人講小英，那喺這邊對。特別我唔捌看過你 live 哦。我拍攝啊，咪啊。唔要緊啦，你拍攝啦，你借你啊吧，你借落 email。你借你啊？再24歲。23歲啊嘛，啷辦？按照 share screen。我做你爸嘛。我是你爸嚟，你拍攝咩？叫你爹哋，你叫我爸爸。會看無？會看無？那10,000塊。then 個有。這是新加坡嘅女啊。5,000。迄個面人面是裝嘅，我唔知是裝嘅。這應該是新加坡頭第幾還是第the first president 啊？唔知啊。president 李冠英。個另外李冠英唔是頭一個啊？sorry， 唔是頭一個，第幾個啊？是 Yusof bin No， 伊唔是叫 president。Prime Minister。Prime Minister 是伊人唔是用 Prime Minister 你咪考啊，伊人無昂嘅，特別有啊，有傾嘅，成個時裝。嚇有啊！新加坡有咩？伊有傾嘅對，伊有傾嘅。我走嘅時我本 surprise， 我無讀新加坡 history 嘅嘛，但我覺得按照伊人嘅馬來加嘅是傾嘅，就係拍我啦。伊是 sushi king 啊 ，sushi king 啊 ，sushi king，台灣bento。sushi新加坡 sushi king， 最最嚟這人寫都唔捌咧。大家想嘅，伊就係 significant 嘅這人。讀過咯。但你 research 嚟看，伊少年家較快，較手。Yusof Ishak 啊，應該。siapa tu Yusof Ishak? Your former president. Dia 伊講 first president of Singapore 喎。唔是上加我人嘅Perdana Menteri 啊。啦，冇係啦。人是上人嘅，人嘅是佢用 USA terms。
那伊都无 president 是有无昂嘅嘛，了有 prime minister 是有昂嘅，有昂嘅是有昂嘅是叫 prime minister。首相。李冠佑是李冠英是 prime minister，特別唔使第幾嚟啊？你看這是第幾？伊較 modern 嘅啦。第三 prime 嚟 minister 啊，啊，第四嚟啊。喂，李冠佑是頭子嘅。哦，伊是 prime minister 喎。啊，伊是 prime minister，then Yusof Ishak 是 president。哦，我唔知 president 是啥樣啊？昂嘅那條。嚇！我唔知講樣個 president 個有 prime minister 誒。誒，這邊是講哎，無啦 Singapore history 啊，反正啦 Singapore history。OK，寫起來。我唔係嘛先，OK。你嘛是新加坡人啊？你嘛？啊是。哦，係你去 history research 你嘛先。啊，會使。哦，我都唔捌看過這個Yamin Yasman Yusof Ashik Ishak Yusof Ishak 哈。哦，阿姊是新加坡人嚟嚇，哦 OK。這阿姊。伊嘛啦，咱別使叫 auntie 嘛，叫阿姊嘛。我撳 share screen 啊。咩話看裏邊？啊，蝦米邊啊？你看人講會使了，你個蝦米啊？你個profile pic會使了啊？冇啦，人被看到嘛？你小英邊啊是裝啊？小英邊啊是？我嘛？哦，阿姊啦，OK OK。阿姊嚟。阿姊未必變我個小人啊，叫人阿姊。我係做啲飯嘅。แล้วไอ้ที่ว่าไม่รู้ตองกิมสิตอนที่กาลัมโปรู้ตอนกาลัมโปทัดแชกว่าสิ做工啊做工不出來不落官啊咯，你少年人6年了6年安尼細漢年出來做工啊20歲start 做工哦哦趣味哦，你細漢你其實聽起下頂到梅路啊未記啊今年應該是今年啊，冇。我見你話你個最近嘅啦，仲特別你除掉嘅時陣都除掉啊。有掉。擼掉嘅除掉 ，OK， 新嘅 generation 嘅是要擼掉嘅除掉。那時我是頭次嘅話題是海見事個。哦，海見事咯，哦。有 interview 伊個明星哦。哦，就是打邊吹掉嘅海見事咯。你有看個叫看海見事咯？啊，未過。我未看海見事咯，個。啊，未過。冇去睇看。無，我嘅厝人看了啊，我家己也未過。哦，你爸是邊個人啊？邊個人？OK，來講到啲抓字，所以抓字怎麼樣看新加坡嘅抓字咧？你冇講你識噶嘛？所以係咪 Yasmin Ishak 係啊 ？Yusof Ishak。Yusof Ishak 是新加坡嘅抓字。誒，最好啊，或者咱每個人知啊，即人唔知啊。其實我冇咩注意看到，我用咧一道嘅新加坡女，我都冇去注意看人嘅面是裝嘅。哎呀，就有去看啦。我有看過美國嘅美金人啊 ，Clinton。特別我你講美金嚇，美金啊！你唔話裝到落一邊，但係我唔知啊。嚇，唔是中嘅咩？冇你唔話住人嘅邊，就得一箍我未曉。嚇，人馬來西亞嗰陣是阿公嘅邊嘅唔是？嗯哼。所以我美金是就是幾箍是裝嘅邊，我本未記啊，我唔未曉哦。唔是嗰陣像嘅咩？冇像呢。哦，我想講一個邊應該了誒。冇像 president 啊。嚟吹啊，你 Robinson 啊。咩 Clinton 得啦哦。Lincoln 啊嚇，Lincoln 啊，冇 Clinton 啊 ，Clinton 冇死我啦。呢一個嚟企嘅多字啊嘛。死咗都唔知會換咯。安尼謝你 president。當今單奧巴馬嘅抓子。啊。
嚟奧巴馬有了咩？冇啦，無，伊個 George Bush 本無啊。第四啊，他有嘅事啊。冇就掉啦，樣做人都冇咩壞，就少壞。哦。誒，แล้ว我有影唔知想做嘢，所以一考試就借美金嘅，來 research 下人講啊，係咪少年家？四百你九，教我的啦，你袂曉？我話得特樓頂啊，分段去。我在500塊 Benjamin， Benjamin Franklin 是500塊，裏面500數塊。所以蝦米了啊？ US dollars president US currency or bill notes。USA car 因為 share screen 就係 share screen，所以就係叫少年家做 research，老人們做 research，冇咩快掉，把字冇快掉。係咪冇？伊愛食飯啊嘛，嚇？伊愛食飯啊嘛，伊愛食飯啊嚟 train 醫生。掉，我假如真做佢硬講嚇。大陸嚟你 screen。你使 share 你 screen 嚇，對。這邊只考是 Washington。Lincoln。你撞嘅好，我唔記得佢唔係啲。18科嘅是 Benjamin Franklin，我上次講500科，20科是撞啊，50科一名上面一啲一signature。都冰。你是個 president 啊？你記啊？你是個 president 啊？是我未記，我好攰我 citizenship 我未記佢哋啊，未記佢哋。我別掉。因為真什麼啲 phone 喎？唔知啊。冇咩冇寫咩，嗱，依啲係簽名嘅啦，唔是裝啊。係咪 Jackson 哦？哦 ，yeah Jackson 啊，係咪？得咯。唔知。Andrew Jackson 啊。哦 Jackson，你冇看伊名係咩 ？President 是 Andrew Jackson 啊，係咪 Jackson？Michael Jackson。MJ。L。你講 Jackson 呀，冇。你除 second president 是就是 US second president。係一個 research 嘅出嚟啦。US second president，你是做咩？我 producer。嚇，producer 唔是導嘅咩？producer 冇嚟你做啊？一條 set 啊。secretary，我是 secretary。John Adams 唔是 John Adams 啊 ，Thomas Jefferson 啊，冇。Andrew Jackson 掉嚇。哎呦，後面嚟。哦，下面，我煮嘢聲啦，咪個，啲物件，一隻不得了啦，一隻物件啦。嗰個真係不得了啊！係咯，不得了咯，講不得了。毛佢崩晒。OK，所以等陣咱看到對，其實對你抓字呀啊，抓字呀是頭一科是 Washington， 5科是幾多了啊？5科是 Washington， 5科是 Lincoln， และ Andrew Jackson 是第幾嚟 president 呢？台灣都冇講到。係嘛？你叫你卡威維多，問卡威維多太快啦，你再問流浪。但係Andrew Jackson 是第七咧，第七應該做7科嘅嚇，應該是7科。5科是 Lincoln， 1科是 Washington， 10科、20科，誒10科係嗎？有10這邊10科是講 Andrew Adams， Andrewอะไร啊？等這是這是快即係第幾個 president 啊？John Adams 啊 ？John Adams 啊，你看是唔是？我想呢，看唔到。你 search 佢哋我 search 姐姐，唔是啊，你叫我 search
咱 search 看啦 ，presidents on U.S. currency。掉，嘿， OK， 一考是 George Washington 對，第二考 Thomas Jefferson，第五考是 Abraham Lincoln， 十考是 Alexander Hamilton。哦， Alexander Hamilton 你記哦，咧 Hamilton 嘅咧 musical 嘅。哦，伊個誒，你看一邊啫，Alexander Hamilton 冇小英話喂。Alexander Hamilton 啊，嗯。幾多啊？伊是第幾個 Alexander Hamilton 啊 ？Hamilton，Hamilton 是第，boy 忙。嚇？ Alexander 你 Hamilton，叫嘢尿啦，就是叫路啦。伊唔是Hamilton哦，Hamilton 是啦，伊是第幾嘢啊？你 research 看，find。Oh my god！找咗的，巴士，抄你份，你抄你份個。等陣是 Hammy Hamilton Alexander Hamilton，第四嚟好還是第四嚟啊？啊，這是第四嘅 president 好，你去看。伊唔伊唔是 president 啊，哦，唔是 president 嚟伊唔是，statesman 好。啊 statement，哇，安尼大聲啊！滴滴滴滴啥物物件？性格啦。喲，即係唔係安尼好了，喲。這400大聲啊，你會買？哦，OK，good，OK，好。唔使記住啊。Alexander Hamilton，你到底你 page 未 find 嘅咩？Hamilton 但係你 page 啊，但係你抓住 page 啊，然後你對Control F 未 find 啊？唔是這個，但係 president 嘅 page。啊哈，是啊，然後就 find 你哦 ，command Control F，Control F，啊，然後冇啊，嗱，下面下面search，下面啊，soon after first Congres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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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下面 search，哦，唔是 Washington Administration Official，呢個是 statesman 有喎。啊，入面是隻要緊喎啊。OK，了個幾個。我今日翻嚟學嘅，我嚟當邊個咧？前年今日翻嚟學更加教我，我自己類似人咗。佢條就你冇教我嗰時。我講嘅50個，自己嚟。50個是咗都啊。50個是裝啊？Teddy Roosevelt 冇可能啊。冇啦，小張。我有，但我除掉50個是 Ulysses Grant，啊。Ulysses Grant 哦。啊，除掉。第幾嘢是？18。第18嘅。負責你between 兩科咧，兩科仲記就出隨堂嘅，兩個白辣嘅。哦，下個有個，我個有。我你記住啊。$2。咁即係白啦，喂白啦。兩個未使燒白辣嘅，我冇人講。Thomas Jefferson 啊，兩個是。Jefferson。是哦 ，Jefferson 咯。有7-8個是 Benjamin Franklin 啊，你 best friend 啊，唔是我硬講失敗。你硬講。開始。But 你
你人上家去買一粒 burger 啦，啊，你也100塊可以伊會立路啊？買啦，伊會立路哦。應該會一個哦，真正應該人平常嘅喎。 20塊啦，你係100塊別。你看你 burger 就借鐳啦，若是做講嘅 OK 10塊啦。內邊咧，你寫10塊都係100塊 OK 咯。但是 OK 啦，because quite common 嘅啦，100塊就呢個樣，50有少啦，只少半塊。20塊係common now啊，無類人20塊。哦，到英國加到 Euro 嚇，嚟咧看英國都廿鐳，個，英國鐳我哋未曉嘅，你水磅嘅我未曉嘅。廿冇你廿較大張嘅 note 所以人哦，100磅啊，然後嗰時50 Euro 啊，哇！咁你講伊係 UV light 出嚟，咁你照。哦，但馬來西亞咪是有，定當馬來西亞50塊地夠少嘅。政府是用嚟 pen 嘅，即係變壞，嚇，一隻英壞嘅。政府你以前 detect 係咩物件咧？是 genuine 咯，看少正個是假咯。伊個無，伊就是假，伊個英未變色嘅啊。伊假嗬，碌話落去嗬，伊是印落去嘅。冇伊碌正啦，佢話落去是無 colour 嘅，看未看到。冇有色嘅，伊有色嘅，你要帶嘅。有。something 我未記啊，我未記啊，所以 counterfeit 嘅 feature 上咗我未記啊。伊是金色嘅啊，嚟 search 看。英國我唔知咩，其實我冇明白你講伊係一個 band 肯係懷疑，你伊是 detect 伊係咩呢？Because 咱嘅 normal 嘅 note 是用 UV 嚟照了，伊有物件浮出來嘛，伊有迄個 milligram 浮出來嘛。但係冇，即係 counterfeit US counterfeit。伊是看上假個是正咯，然之後用 UV light 用無咯，美國曾經用 pen 咯，個用我寫 pen 咧，你去做 restaurant 咯，用一支 pen 度 cashier 嘅。counterfeit currency bills。Whenever 有好 ，OK， 嗱，我等你頭都聽。我頭都聽。安怎伊安怎講？嚇，我用福建話講。那是你看到20塊，等我睇 ，OK，第係明顯嘅咧，就是你用20塊，落啲嘅隻手柄嘅啲講呢位，個頭位，有啲係咧伊印落去，個印嘅話是做啊。Then the paper left with Andrew Jackson as a visible U-Haul built up there. Other new feature 唔知喎。Anyway, the counterfeit pen 就 okay, solve the biggest counterfeit. Okay, never mind. 你講你嘅 pen 咧today turns people with color coffee. There's a few. The counterfeit detect pen is extremely simple. Okay, 依個 pen 有 iodine 會接。但係是purple 嚇嗱嚇，แล้ว伊就是伊會 react to starch 伊講，wood based paper 那是伊嚟用紙做嘅 paper，แล้ว伊就變黑色嘅。但是講伊嘅 solution 畫到啲 fiber based 嘅紙呢，就是正類，咱伊講嘅伊比金用嘅咧 fiber based 咧，伊無色嘅掉，伊變黑就是唔掉啊。就同埋講嘅掉我就是用紙茶嘅做嘅紙。有啦，有淡薄黃啦，我我會記淡薄金嚇，伊成個金色嘅嚇，淡薄。成個啦 highlighter 啦冇。highlight 色啊，highlight 色啊。會追就冇得照啊嗱，即係一個度照啊嗱，有陣時講假係成個個度曬呢，我食嘅。老闆打會記啊咯，假係變曬正一變照。But 用 UV light 照本時看會到個啦。UV light 有咩？有，其實講舊嘅 Chinese restaurant 有用咯，但古來是人們做 UV light 嘛，
lui expensive 嘛，佢用换嘢，由于来一本了佢换，佢用电，了点正，lui了咪嘛，所以用嗰啲同用单咯。OK，明白。哦，good。嚟看英國女嚟，英國女是 Queen Elizabeth I。Senior producer 嚟。但媽我冚名唉。training，係啦，即 producer 更加咩話喎？producer 特別 on top of things，you know？但係馬路格格。係啦，你看，這個冇個。但係啊。producer 特別anticipate 話嚇，OK，我就講嗌字話咁樣動出來啊嚇，當見看咗啊。冇較大呢。你動呢隻，你 click 呢隻，即係出邊嘅嚇 ，click 咪變大係咯。click，冇喎，之後你俾啊，你睇咩類啊？嗱，我這個咧是英國 Queen Elizabeth 裏邊嘅了。紅布，誒，戴娜有去無嚇？戴娜係做字啊？我講先。按照Diana Princess Diana。也去咩？是 Queen 咩？印度啊？你頭前牛妹嘛？頂，喏。頭前是字紅帽嘛？後尾是前妻上面曬咯 ，Elton John 喎。哇！你美國有冇 George Michael？特晚 Michael Jackson 嘛，同飛機啊。I think 即係啦，頂呀。可能。OK，你去看那個，去看以後就係 denomination 是咩？冇上 denomination。not 伊人嘅 ATM 叫所盤一箍。係咩嘅？咩一箍你講？我佢在斷起啊，不當死咩？以後你英國紅帽配。得這是字咧，安尼字。字唔知啊，英國中跌到個。係啦嗬。我唔捌去過英國，所以我唔捌用過英國類。這邊是講有5箍、10箍、20箍、50本啊。有一百。百。有啊嗱，會得係了，會得外面會得，倒邊，left side。嗱，對面呢？對面這個。誒，這個是5本喎。5本啊。5本。但媽媽覺得100本嘛，但係會。這個10本。你吹下100本。100 pound notes。正。好喎。呢度應該係本事啊。我 training 啊，你都等於是。我話100 pound notes 喎。100 pound 這邊啊。嗱。Scotland 喎，唔是。嗱，個 John Bon Jovi 唔是阿咧咩？Josh，全部100分 ，maybe 冇100分嘅啊。我唔知啊。British pound。
宝宝喂。Yes sir boy。喂。冇嗱，冇看到100半。English pound 啊，对啊啊。100 pounds sterling。啊。有啦，有100半的嘛100半才重哦。冇啦。你在伊人 ATM 叫啥？有分一半的啦。係咪1半意思是？伊 ATM 啊，一半是 withdraw 率啊。抓啦。唔是啊，一半冇5半啊 ，sorry 5半，一半是 coin 啊。一半是在你驚。但你驚嚇。แล้ว抓是5半起啊。啊5半。你講是最 interesting 第 interesting 嘅抓字是係咪國家？日本美金是第 boring 嘅，我感覺到。美金第長嘅。我美金第長啊，呢抓字。香港係較大嘅。下來 search 香港嘅。香港寬嘅嚇。ちょっと待って、咱可以做工。就再講啊，咱嘅 UV light 啊，照 beside 照迄個 notes 啊，咱嘅抓字啊，咱有會使照 credit card 嘅啦，你知哦？唔知喎，你看到咩？你看到你 pin number？你邊照你看到誒，把照你看到唔是咩？你 holographic 嘅。冇，有影伊都照了 under UV light，有一隻大隻嘅照到伊嘅中位嘅，嚇。แล้วMastercard 就是一個 MC， แล้ว Amex 就是 AX， Diners 就是 DC， 唔知會 try 照下。來 try 啲照看。Apple Card 就蘋果嘅。你去照看啦，你蘋果卡伊是啥物？伊是 Visa 嘅啥物 ？Master。MC 咯。唔知有，特別白色嘅喎，幾條。有嘅。你有 UV light 就嘅。冇你去照看啦，梗係水呢，甲你講。Discover 咧 ？Discover 係咩啊 ？DC。Discover 又。Discover 啦 ，Discover。DC 是 Diners Club。Discover 應該是唔知啦，我人冇嘛，我人就冇 Discover。馬來西亞冇，我呢美國嘅。馬來西亞冇 Discover。我頭一張 credit card 是 Discover 嚟啊，頭一張 credit card。我諗冇先。你們是啊？我當你好啊。伊 logo 是係咪？伊 logo 是係咪？伊 logo 是安怎樣？伊寫 Discover 幾個字，冇 logo。伊冇 logo，伊寫幾個字啊？金色嘅。伊就是 cashback 唔嘅 credit 比較少啲使用。領導我是用Discover 是我等嘅是用起嘅。或者咱講 credit card， 咱講貴啊嘛 credit card。咱講無食貴啊，咱講。講 credit card， 我屌唔夾講啊。講 black card。OK 啊。black card 係咩？black card 啊，冇 maximum 咩嚇？伊個無誒，了伊個 concept 是真好誒，你會按怎嚟談？讓 invite 你嘅嚇，你未驚啊？Yeah， invitation only。係咯，定之 invite 我時話佢講，哎呀賣啦。有呀，冇啦，冇講笑啦。我講笑笑咩？哇！再那時個都有 black card 啊！哇！我咪就冇旅行，你冇可能叫我夾 black card，我就冇旅行，即係叫我夾 black card。以後我 black card 度嘢頭一出。你係爸爸講到你買嘢？你覺得咩？唔是咖喱咯，唔是咖喱卜嚟，咖喱卜嚟。哇，咖喱卜。你覺得咖喱卜？
一些啊，知道咖喱包 producer 香港你出嚟未？出来了，啊，嚟講啊，佢哋咖喱我講包啦，是單獨呢。這頂佢哋咖喱包人，有會使會看無？啊，等陣我未起起來，真係啊，有啊，香港嘅較濟是有使哦，有曬啊，那伊哦，來源啊，曬是布，曬是 shit，使啊，唔是得個曬使啊曬有人使啊，對，有人曬對，有人使啊，啊，唔是花咩？伊 country 嘅什麼？like 呢是花曬，南曬曬，哦，伊使，那有嘅是 building 算嘅，是青稞，伊 colour 就係 colour 咯，and then Australia 你就 colourful 本。是啊。Australia dollar，我同伊攏講起這話題啊，後我感覺到我無 knowledge 呢，我成日水啊，水到了，看水啊，radiant 呢，那水我看了哦，加 radiant 呢，no，是 circulation 化，安尼藍色，伊看了個起哦，伊個香港類啊？唔是 Australia 類，我 move on 了。Australia 啦。香港類 boring 嘅 move on 了。冇，而家想看，咱當然看嘅啦是 British colony 嘅㗎啦。เราไปช่วยเลยสังอาอินโดนีเซียเนี่ย 哇，rupiah，哇，大了，梗係借你窮。啊，那係借你講，哈哈哈。你好水啊！加了是清。在 Mexico 嘅類呢？我唔知喎，Mexico 都應該只水啊，應該只 colourful 啦，Mexico 嘅 culture。peso，啷捌看過咩？啷捌燒過咩？我啱嘅有嘅，我唔捌試過，我唔捌去過 Mexico 啊。那 Mexico 嘅，一個人是安怎嚇？係咯，奇怪本嗬。有啲One Mexican dollar，是話一個 dollar 咩 ？One Mexican， peso。 10 peso is how much in US dollar? Mexican peso 1 ringgit 是4.7 哦。特別咧冇咩債咧，就唔制行情。成日你講你一日安尼幾廿百10千，你實講你 value 就好啊嘛，是舊時。我未曉，我唔知伊個按怎算啊，伊個 conversion。係咯。哦。有加拿大類咧？加拿大類上差唔多成個應該哦。滿上啲蛇佢都諗唔是啊，蛇佢都諗唔是。講佢話，講佢 Canadian 講佢呢個。咩冇啦，嘅啦 value 係嘅。number 較大，特別 value 較嘅。哦。韓國嘅 won 咧？韓國嘅 won 上真係won。哦，這是 Canadian 啊，當你等把你看是 Canadian 啊。Canadian 所以哦 ，Canadian 加上 modern 那部嘢 currency。你 zoom in 就去，你right hand side picture 呀。但是itu loh. 哦，這是 Pinterest。嘛，唔使。我冇。你 just zoom 呀，你用你看。呀。哦。
won 水 won Canadian 嘅水Canadian 水，Canadian 嘅個殼是藍色，所以什麼像英國咯，對唔對？一20塊是青，因為是 Commonwealth 所以有貴嘅小英文。OK，來看 won。OK。Korean won。Korean 嘅咁上別廿三嚟控起來呢，就是講10,000 won 是差唔多10塊9塊幾啦，嗱啲錢差唔多9塊8可能。哦，有條山嚟控出來啦。啊，就是比算個英咧廿三嚟控出來，但10,000 won 是$10可能嘅咁咯。哦。嘅咁啦，一時清差嘅咁幾納筆錢啦，maybe 9塊8肯9塊6啊。一個就係了，就留國債嘅類。我啲細食嘅咁上嘅啲點樣？攏袂記啊 ，Europe countries 其實伊人有家己嘅類嘛 ，French Guilder。我聽到是啊 ，before 就 Euro。merge 起來時。489應該唔知。細難。知。嚇？唔知。我就同你講一咯。你Italian lira 嘛對。lira 我有聽過。lira。Italian French Guilder 是 Italian 是叫 lira 嚇 ，lira 唔知？Yes。這是 euro， 同 euro 係 Netherlands 呢？New Zealand 啊？New Zealand dollar 同 Australia 上。Netherlands 啊 ，Netherlands 是Amsterdam Holland 啊。有唔是用自己嘅名，你是講有冇是用 euro 嘅時候 ？before euro。 before，嗰啲名咧，叫啥物啊？嗰是 Guilder 本啊，對啊。Builder 啊？Guilder 啊，唔是啦。所以我都話啲啊。Builder 是咪教嘢最緊隨 Builder？嗰一個 Danish krone 我做 B 嘅位。Krone 哦 ，Krone 又冇 Danish 冇用佢哋啊，冇用 Euro 啊。冇。這是古仔。Denmark 係，這是 Danish 是 Denmark 係。Denmark 啊，水溫哪類？這是古嘅啊，應該。但這是東京咩？哦，古嘅水我覺得係古嘅。古嘅。50、100、200、500千。印度。哦。印度是真正狂嘅咯。又嚼嘅咯。甘地嘅，加了是甘地。哦，甘地嘅嚇。這是 Ruby。伊人真冇看到伊個哦，2000、500、750哦。因較就是抓個咧，都無講都無比因隻 rupiah 呢大啊，number。rupiah 較大。rupiah 較直講。我有影真無妙，即講我只係你頭一道看，我淨係唔捌看過頭一道看啫，好嗎？咱有138個國家嘛，所以有130個國家，你靠 Europe 加了規個起來，冇出幾哪裡落隻咯。特別我今日會記馬來西亞類㗎，美國類嘅，我哋呢會記。你我唔捌記過，我未記講，定到我去意大利時個阿未有 Euro 個。未個嚇。我去意大利是90幾年，96年、97年去。哇！你早出國了啊？迄時頭一擺 holiday 出國啦，咪算你去 US 啦。你我是講頭一擺出國，我是來 US 咯。咪啦，咪算啦。Euro 係你我去一個 Europe 去一擺呢，就是係一擺呢。這是啥物類？sorry。這是 Brazil 嘅。
哦，Brazil 叫咩啊？dollar 啊诶 Rias ，Reais 啊，real，我能有做工甲 Brazil 的做会加淡薄。，Real 啊，人民币，哈对，RMB 哦，毛泽东诶，毛泽东，我冇學過本啊，長人類，長山類，快本係咪用播做呀？哈，应该是用抓本咯，但係yen人看未啊？yen 日本言一元有個幾隻啊？yen 的出比本啊，譬如 yen 呢？yen 係成個 travelers check 呢？對唔是？我是個一 design 只 on it 嚟都話。古早咪係寫日本來嘅時，唔是有一哦，個金蕉金金蕉誒，金蕉長嘅類，係啊。啊，對對對，唔知人個有啊，冇 value 噶啦，係嘛，當然。冇嘅了，下面 banana notes 啊，哈 banana notes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對。哦，這樣，哦，哦，嚇，本身本是抓嘅，那好，誒，我唔知本來係我個未出事個。哦，這是政府，不日本啊，他 occupation 嘅類。我捌聽講真濟人有一大撮嘅類啊是貴啊是無 value 嘅啦是。是Japanese government，哼，金蕉，咋了？蝦米屬於人叫伊金蕉啊？呢，我金蕉喏。你又是金蕉，一頭仔唔是金蕉一串，一細金蕉，唔是一細規個嘅金蕉咩？看到？哦啊，看到。伊是蝦米啊？伊個金蕉長個咩？邊一個無啥長？伊個是rambutan啊，是蝦米嚟？阿摩丹啊？芽啦，你是芽啦，你是啊？嚇，呀，因為我當然看到是你金蕉長嘅啊，日本啊點先是啊？日本啊，些點先你捌看過有正？我唔捌看過。唔捌。 5 cent 10 cent 本是做字哦。這樣。個別叫咩詞？誒，抓字是打拉布林呢？抓字是打拉布林。對啦，這個做字 monopoly 嘅。耶！當見過有啊，monopoly 當然先要睇人 credit card 咧嚇，靠呢 group。係啊。Tapi kuca Monopoly masih Monopoly saya hak Apple Pay 啊。Monopoly Apple。哈。你有意嘅咩 ？Monopoly John？細漢時有啦，但係冇啊，我只係 boring 就線。係咯，根本就。特別是你點樣樣，感覺就線乜呀？冇，你今日就好冇，I mean。無聊咯，俾嘈，一可能講多。strategy 嘛。誒，你有冇估？所以嗬，你講抓字是做到會贏嘅，就咁你講。嚇，打落贏嘅，唔知喎。抓字。呢個係 Federal Reserve。嚇。tapi 但是有人贏。但是會 Federal Reserve，我哋知。我在California 有一個到而家 San Francisco 嗰邊係 Federal Reserve，我去拖過啊。你知我 office 對面是 Federal Reserve 係啊？我當今做工嘅。
Kansas City 是古早 Federal Reserve 啦。當今咩？當今 functioning Federal Reserve 都個政府做緊嘅咩？唔是㗎，項目咩？我嘅 office 係對面哦，Federal Reserve 嘅 building 是我 office 係對面。所以咪去影視去 dumpster 出看有。係咯你免去 dumpster 你頭去嗰邊，你使去後你一包一包累嘅了誒。伊用一包一包呢，伊 shred 嘅了咧，刷刷 shred 嘅了，一條一條嚇。特別是抓住咧，你愛夾就這邊使夾一包一包 souvenir 誒。哇！John 又嚟做尖頭喎，John。見你你哦，啦，你啦，叫 whoever 嗬，畫個股個路嗬，把到路試試嗬，一隻燒個路嘛。 Good idea 嗬，燒 B 劍啊。特別你咧吹嗰度鬥個半死零笑路，我嗰度笑冚鏡咯。sorry 啊，吹啊，冇 recognize 啊。阿 John，變咗見照曉誒，變咗見照長女嚇，是吧？搞。有一個大字啊，啊，會使看無？ Hell no。哈哈哈！有冇看幾錢啊？哇！這個500幾萬，狂咯！ 500萬啊！500萬咯。50 billion 是500萬咯，50 500萬50冇啊，唔是啊，50 billion 是有隻500億啊，500億，好了，500億。運通，誒你是運通啊？我得睇運通銀行。銀行有按照它億元500億，它地府我睇它不啦，地府通用字用字幣啊， B啊，唔知我邊曉。The Hell Bank Health Bank 啊， 500億，佢哋Yemen啊，佢哋Uzbekistan啊，Mexico yang currency yang join。唔知哦。你除哦，卡你除扎斯坦、埋嚟烏茲別克斯坦 Makan Dubai lah, makan Dubai。Yemen 啊，啊，哇，衰呢？兩個字誒，在馬來西亞裏的冇。然後assuming Turkey啊，你個咧都想翻佢講。你除了可以除成烏茲別克斯坦。按照 spell Uzbekistan UBE UZ be 呀那啊，看先啊，哦，嗱， OK 不喏，你個了，所以不喏，差唔多像嘅嗬。嗰條是 masjid 嚟， but 嗰時係你 question，你到咗 print 呢？哈哈哈哈哈。US 就伊樣冇應該啊，家己 US 都讓家己 print，but 咩啦冇通家己 print。中國 Made in China。咩人在呢？對對，冇啦，是啦。Malaysia tu ambil China print ni atau dan negara? Oh, band negara boleh. Bender mana mesti isi siapa hal bender print 嘅點啊？對。來 producer check 看下，who print Malaysia dollar？ Malaysia dollar Ringgit lah Malaysia dollar。 Malaysia ringgit， Malaysia ringgit。小阿咩？小阿咩？咁樣拉佢困啊！ printed 啊，printed，這裡我下面。issued by Bank Negara Malaysia tapi print是冇講啊，係啦，未必冇講出來啊。
那偏西啊！你叫人知講是中國人啊？哇啦！哦，Bullion coin，將嘛什麼來嘅 Who prints Malaysian ringgit？係 manufacture 話呢啲出嚟 manufacture 嘅。Ringgit plus ，fintech 啊，嚇 ？Fintech 啊？Finland 啊，到底？即係講啊，headquarters 是吉隆坡 Ringgit plus 咯。Printer India 啊？唔是，唔是，唔知喎，你知啊冇？我聽過是講啲英國 print 啦。英國 print 我是寫只字類。咱negara Malaysia，我們成下咱是改訂，maybe 訂100張。對，你寄來嚇。你寄來，然後咱這邊嘅若是看講愛 renew 舊嘅，即是迄個派啊嘅。伊就 order 新嘅入來，然後即個舊嘅伊就收到堆 dispose 掉，安尼講貼入去，所以咱嘅 value 就是 stay 邊都無落咯。但是講咱印度較濟類來講，咱嘅 value 就落咯。我吹袂到。吹袂到啊？你吹到 producer？到底得落印呢？Maybe from Malaysia in, and then it was manufactured from 英國個，不知冇？it was from 英國 manufacture in from Malaysia。Malaysia 搭一個 building in。Bank negara 嘅。Kalau di tu bank, apa ni sistem bla ju hang rich lift truck. Ringgit plus 啊，大概看是 Ringgit plus 哦。Google Map Ringgit plus。係咪嚟？嚇？哦，di Ringgit plus 嘅di Bangsa。Bangsa 一邊。In accordance to Malaysi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higher value added activities,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ing 冇唔是？我想除掉啊冇。哦，有影啊。interesting，冇人會知。嗱，嗰啲咩？學生都冇冊讀掉。While the printing of 500 ringgit notes has decreased, release of money laundering. 嗱，我咁樣同你講起咯，Oh wait，除掉啊！唔是，never mind，呢是 Commonwealth special notes. Commonwealth to commemorate the 1998 Commonwealth Games in Kuala Lumpur, a commemorative 50 ringgit polymer banknote was issued. This was the first polymer banknote to be issued by Bank Negara Malaysia and was printed by Note Printing Australia. Australia. Tapi this is only commemorative of the Commonwealth Games. Hello?唔使本咯，總唔使人家教人講啦 ，OK。然後咁時候係 producer 叫咩教人做緊絲白膠。絲白膠做 producer 更快做 ，stressful。看成啊，當今是後尾後下地有淡薄。icon 呀。Tapi lu rasa si bakal ini like guna guji ah, ini Hokkien話說，伊講嘅時候佢，伊本來講哈，lu rasa咩啫？你頭嘅時來時，你成日你講嘅出哈，當今你講嘅順嘅啦。
每個就買英國中行業生一句話，下條我就係自來。不，四百九，你平常時除了錄音，你有聽啊？有。所以你平常時冇聽啦，你唔是跟佢錄音，唔是跟聽講啦。你聽頂到嘅，episode啊？頂到嘅也是舊，較2021幾個 episode 有聽。哦。慢慢來啦，慢慢來。搞啊！買成啊！我是奇怪，這行險有興趣聽就是啊！你到底 Skype 我 curious， 你到底 YouTube 嘅，安怎會蝦米attracted to 你嘅？有可能是那時我是想有安怎講啊？YouTube channel 有阿嬷唐人甲 Cantonese 特別無福建嘅找着。而且你去想到咧行險？唔知啊。你聽了，你係咪 feeling 啊？係咪感覺誒？可能 stay 掉啊？你尤其是如果無咪講福建話，你較做到處講阿嬷話是 Mandarin。講阿嬷 then 當今時慢慢來 start to 用淡薄福建話。甲怎講？甲你爸？我阿媽。你媽哦，你媽大個女啊，當然。唔是有時伊電話也是也是伊人來找來吉隆坡找我。這是你爸嘅媽，你爸嘅朋友啊。你媽嘅朋友有人講福建話？新加坡嘅福建話？講阿嬷，特別伊過身了啊，所。特別你爸媽嘅朋友了講阿嬷話呢啊？你媽是唐人哦？伊是唐人。特別講阿嬷話。教了是講阿嬷嘅。你爸嘅朋友媽度講教你講福建話啦。你媽咪就歡喜咯，聽你講福建話。你頂到時你冇講啊？伊是會曉講阿嬷嘅，特別我是 introduce 嘅邊個福建直播，互伊聽then慢慢嚟。伊冇聽啊，你媽？干那幾個有三個差唔多㗎啦，伊媽咪就講伊媽算去。我不過真老呢嘛。伊媽咪是佢未必教我媽上去。係啦，加毛姑婆上去。60幾，90幾歲哦。90幾較大，較老佢喂。對，會使做人嘅媽嗰啲。伊90幾歲聽 podcast 就好聊啦。sorry，唔是90幾啊？冇啦，70幾啦，可能。70幾歲，教我媽上啦，教咱媽上。所以會使叫伊媽咪。叫你媽做媽啦，你有聽啊？你聽咩？到底到底聽啊？你 YouTube 會聽啊？我是甲伊講，若是有愛聽 live， 我得伊佇上個有寫佇 Facebook， 我都得伊咯。到 Facebook 有啦伊。I see， OK。若是伊有興趣愛參我人講直播，then 我都容易share 伊個 link 咯，也是。你每回來講，你媽個 Facebook， 你叫媽嚟講啦，你叫你媽嚟 join 啦，或者。我都是甲伊講，等伊講嘛iPhone 11無話講啊，then 伊本來要來嘅嚇，這禮拜。我是甲伊講，then 伊講iPhone 11伊無蝦米要講啊，無物件講，then 你不就小暗嘅嚇？
OK OK，告訴你每看你 privately send message 話，佢只是人會講嘅話題嚇，我是看會講咩話題。你見講下面，你看你媽見講嘅拍麻雀啊，還是搏橋啊，還是做電頭毛啊，還是拍功夫啊，還是咩啊？你拍功夫，你每看你是我做頭一 topic，แล้ว叫你媽嚟講。會使。你媽再 join 咩事？你看但 Skype telephone 你 link 嘅對嘢咯嚇。我當然伊 download Skype 啲嘅電話啦。OK，好，喲，咱誒即489嘅489係媽本來喎，你489係媽有名未？你文字你會使講。伊有教我講蝦米啊？白毛老姨啊，白毛老姨，白毛姨啊，白毛老姨啊。應該是啊。哦，趣味咯，趣味 ，OK， 誒，佢知嚟教你媽，我講你媽定得你媽聽佢你媽講臭話句哦。有啊。耶！嚇，一個 effort 啫啊！冇啊，福建話誒，福建話冇啊，較多是shit鳥。哦，shit 人啦，你嘛 shit。OK， 誒，咗那是福建話叫咩？應該叫膠西啊。啊，膠西。我489那是你媽愛起來啊！我車埋毛毛古堡起來。耶！我叫佢抹嚟。隔了老嘅70幾歲嘅。嚇！哇，未歹。喂，未歹啊！喂，你叫900歲，呢 episode 叫900歲，沉起來，夾啦夾夾啦，攏起來900歲。Good idea 嗬。你咱講下當叫講下當叫咪見哪，真無上嘅當定到見哪一算。佢清差咪上無上。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但是講到要接去收聽咧，咱特別等下個節講要聽一個白毛老姨嚟講，即489嘅媽，哎呦好聊趣味，感謝。然後有影你講話講嘅就係順氣啊，特別。比往時去車講嘅時，往時啲夾夾淡薄特別唔要緊，咁啦咪是。特別我會記你頭即個時都講幾句，我咪咪講當機界嚟教講啊。有可能也是較歹勢啊，當機先慢慢 OK 了。搞，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禮拜咧，特別今日就是489，แล้วก็老椒毛毛菇加老椒叫咩？加別細講。然後而慢慢談就是抓字啊，無插啲是 hell notes 是 euro。感謝各位聽眾，禮拜個嚟收聽，แล้ว個嚟到底嚟收聽看我開係咪到 OK？幾個。你是愛我開講咩同劍？如果 ending 都愛講唔是哦。特正講咩？唔係，咁咪是聽到咯，放出來時啊嘛，禮拜未到對嚟收聽，幾節未對嚟收聽，所以當叫我冚咧，我甲489講嚟，不我甲未使講嚟啊。OK， 我甲未使講。OK， 我老怒啊。拜。哎呦，唔對。OK，別記Skype 嗰邊嘅人這邊是 sorry YouTube 嘅人這邊到這邊是人頂一排冇聽到咧，就這邊但然後這邊這邊嘅但 subscribe 第一時候，但是我人有新嘅節目是對通知了，但是如果但係你正咧，我做現掉錄音嘅時佢通知了，拜拜。拜拜。拜拜。